后来乡亲啊，继续要来看这无情的恶火，来夺走着公孙啊2条命。新北市三重埔一栋透天厝，伫深夜12点外，2楼新民厅来盗火，住伫1楼的阿嬷赶紧走出来。 6岁小男童甲阿公是调离3楼等待救援。这小男童的妈妈本底是有机会来逃离开，但是佫翻头转去火场要来救后生。消防员赶到位，10分钟就把火拍花，把3个人拢救出来，但是拢已经无呼吸心跳。消防员赶紧来抢救，只有小男童的妈妈救回转来，这阿公甲孙啊拢亡生了。 这火烧的同时，这阿嬷伫个外口是心光火烛咧等待，伊双手往面大声来痛哭，是互人听到有够心酸。 小小的身躯天地软架，男童互救出来已经无喘气，救护人员咧替做 CPR。阿嬷伫边仔咧哭，看到厝内火一直咧烧，伊的心嘛愈等愈着急。伫新北市三重埔大东南路的民家厝，半暝12点发生火烧厝。第一时间，因为阿嬷住伫1楼，顺利摸狗仔走出来。不过，伊的先生、查某囝佮有孙仔拢掉伫火场。我女儿已经上去救孩子。 他本来是没有事的，可以没有事的。如果他找出来，但是母子连心啊，就冲上去。因为我有听到一个火字，厨房的那种墙壁厅，然后就有听到那脚步声，就是好像在要跑的声音。可是没有多久就没有听到声音，出来火就已经来不及了。龙岩对2楼冲出来伤员，敢若用10分钟就把火拍花，所来伫3楼救出掉了3个人。当时6岁男童和27岁妈妈无力倒伫房间边的楼梯。 2个人分别伫12点32、35分互救出来。57岁阿公倒伫水塔边仔，2分钟了后嘛互救出火场，3个人拢互龙岩吉伤昏迷。送病抢救，干那妈妈恢复生命真相，男童和阿公拢宣告不治。3位都是呈现欧卡的状态。那经过我们消防人员抢救后。 他的妈妈已经恢复了生命症状和心跳。起火处所是在2楼的神明厅。起火原因目前由我们火调人员监视调查中。无情的大火带走阿公佮孙仔2个人，男童的妈妈嘛要伫病院救治。阿嬷干那救着狗仔，却无法度救出家己的亲人。这场大火互伊失去孙仔，佮有翁婿。这个悲痛的事实，爱伊安怎接受？ 想要获取更多新闻资讯，想要看到主播最新的动态，赶快订阅华视 YouTube 频道。